洪台造成红头树真严重的损伤，水电、电线佮公路拢中断咯。全岛4个村只剩1个村，勉强佮有电甲网络，一寡厝佮学校拢受到损害。今仔嘛佮继续停班停课，民众是无用的大摒扫来整理处理。台电中油早起嘛派出20外个技术人员，坐国军甲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去红头树。县政府嘛协调货轮载大型的机械去救灾。南州即摆风台靠120年以来上强的风，全岛受灾惨重，民体甲学校拢严重受损，居民即马全力自救复原。开完港内9成的大细船只拢沉去，乡公所派机构甲渔民斗阵鼓，灾后复原工作是真困难。这个台风没有办法，那我们只能靠自救。那当然后续的动作我们还是要靠政府。电力受损上严重，全岛也有1000多户停电，加油站也免使用，发电机特别无油。县府、台电甲中油透早派出将近30位技术人员，坐空勤总队、甲国军救难直升机，分配去救灾。需要重型机具甲抢修零件，也到复工渔港码头准备运去的货轮送到南市。台电表示，等机具到位，会赶在2天内恢复全岛的供电。技术人员的进驻兰屿是最能协助我们的抓斗车、山猫、卡车以及等等我们需要还有我们台电需要的变压器等等，那都会在明天傍晚前陆续会到达兰屿。这个重型机械下来之后，我们预计在48小时之内让所有的全岛能够恢复供电。南投乡今日停班停课，全岛居民用要全部出动斗阵救灾，希望在上短时间，让大家生活恢复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